由于身筒的特殊结构，虎手必须抓紧时间。接下来，要在壶身上增加纹理装饰。这些设计并非天马行空，是作者审美与观念的表达。初看，3股细长的泥条将身筒分割成4个部分，同时线条必须处理得柔和自然，否则只会成为扁壶上一道难看的疤。壶手将铺设好的泥条用滋泥粘合，技术问题随之而来。反复的按压手法将对暂时稳定的身筒形成一股强大的力，这很考验壶手的按压力度。但这只是第一步，在此基础上，还要刻画出一条中缝。这是一种又快又难控制的工具，轻了中缝出不来，重了一切重来。壶手努力控制下刀的深度，那条时隐时现的缝隙逐渐清晰均匀。最后的难点是在支撑面上开盖口，厚度仅3个毫米的软泥片，稍加力度便会坍塌。开口面积越小，能有效控制变形的风险，但也会给壶手的操作带来局限。很小心，我转了好多圈，我不该一下子转过去，因为你要开下去，一压就压下去了。这个口太薄了，我还加了一个3毫米的片子，增加它这个地方的支撑力。这几乎是一件完美的壶坯，压扁的壶身搭配类似竹节的纹理，共同构成了抽象元素，以最简洁直观的方式挑战着观者的固有认知。竹林梦月，它这像一个月亮，里面有个小月亮，那么上面有竹节，你说它是月亮吧，你说它是竹子吧，我不肯定也不否定，到底是竹子还是月亮？因为既是竹子又是月亮。